来看3档外前，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哦，讲伊受到殴打的迫害，要过火来过排温，也毋过煞爆炸重伤。保险公司负责理赔，伊告去法院。最近树林地方法院是判保险业者得爱赔伊604万，会当搁上诉。 警方搜查这姓廖的嫌犯，嘛因为安排学生进大兵，这支查某即马个含一证据，因为过火期间，国强化学物质，互姓吴朋友受到重伤。多一个探价就是伊朋友头胸砍、脚接片、骹手拢受伤的患者，申请保险理赔，反倒到服业者拒绝，所以提告。经过树林地县审理，判产险公司爱专家给付604万元的保险金。原告呢，曾经有向财产法人金融消费评议中心申请评议。 那该中心做成因为保险给付决定，但这个富邦公司呢仍然拒绝给付。那经过本院审理之后呢，判决原告胜诉。姓吴查甫人主张互殴打迫害，想要用过火去灭火，结果点火了后，三项小起来造成全身受伤。产险公司控称专案毋是意外，佮控诉投保人才投保4个月，事发时阵佮闹出怪异的笑容，怀疑动机可疑故意查保。毋过合议庭最后认定专案属于突发事故引起的伤害。电土主要的成分呢，就是碳化钙，唯一的危险性就是遇到水。 因为它遇到水之后，就会释放出缺，乙炔是一种可燃物、可燃气体，它的燃烧会产生非常高的温度。专案使用火种就是碳化钙俗称的电土，对着水底产生氦度的气体。即摆地点火了后就烧起来，合议庭认为电土的化学特性毋是大家拢知影，加上姓吴查甫人案发了马上求救者理由，所以判决胜诉。这个进程产险公司也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